胡指挥那边我也试探过了，他一直在回避这次行动。胡指挥非常狡猾，他知道打通兴县路风险极高，所以才坚决回避。我已经联合了周边的警力，等你得到具体信息以后，我们会在山路上设卡搜车。我会第一时间汇报情况。小天儿，我辉哥。辉哥，欧阳先生找你，找我什么时候？现在老地方，你快去吧。啊，就我一个人。难得老板这么器重你，把握好这次机会。不是，我是怕你不陪我的话，万一我做错什么事，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我相信你能做好，别让老板等急了。那我这就去。你好，我是客服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找我在你这儿拿货。朋友是谁 ？Tina。好，到蓝天市 KTV 附近跟我联系。好的。喂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？你应该不会喜欢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吧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谁让你来？为什么又做这种傻事儿？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奶奶说，我求你了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吃你最后一次，我求你了，别跟我奶奶说，我求你了，我回去。什么时候开始买这种东西的？
美国的时候，那回国以后呢？怎么联系到的？就有一次在酒吧里不小心，后来你们别告诉我奶奶，我就死东西定了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！你快点。下去开始。跟我回去。你要让奶奶亲自来接你吗？需要吗？走。根儿都通不过，拿什么跟欧阳斗？Tina，董事长，Tina回来了。过来，过来。您千万别激动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别生气了，注意身体。如果你这边需要人手的话，随时吩咐我们。谢谢你，你们回去吧。你们先回去吧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别人的事情你都管，就处处针对我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别躺这儿，让我喝。哎，你让我喝。别躺地上，别管我。行，别管我。你怎么了？那金小天凭什么当了坏人还可以这么理所当然？金小天，你见到金小天了？这一拳我是替丽丽打的，一拳应该不够解气吧？继续。你要还是个男人的话，你就去跟他说清楚，别让他对你抱有一丝希望。还欠一下。来啊，还手啊！3拳。我劝你有这个精力，就去追他。他现在应该很需要你。丽丽为他付出真心，但金小天一点都不珍惜，啊！我知道，就算没有金小天，我楚之海也是个失败者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夏夏，你知道吧？自从我把那案子判了之后，我人生的炼狱才刚刚开始。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都希望成为我父母眼中的男子汉。但是自从我家出了事儿之后，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。你知道那种感受吗？无助、黑暗、痛苦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帮我。你知道那种感受吗？你懂我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凯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要相信我，你是最优秀、最值得信赖的。真的吗？你是我在这里的全部意义。谢谢你，夏夏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来厦门？我楚之汉，我现在是烂命一条。但是你夏夏不一样，你在我眼里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。我不想你在这场尔虞我诈的斗争里面受到任何伤害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会陪着你的，我会陪着你的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卖货给蒂娜的人就是胡志辉手下的一个马仔，叫瘦猴。看来他们可一直没闲着呀。你这边有什么进展吗？有，欧阳先生突然把我叫了过去，叮嘱了一下交货的事情。哦，他们要交易了，什么时候？
明早7点。 9点钟我们进行围捕，会安排一条路让你离开，详情稍后通知。收到。5分钟以后，会议室开会。明天的提案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董事长。辛苦了。对了，缇娜怎么样？她要是有你一半懂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带你去看看她吧。好。就是刚好碰上。金孝天这个孩子，我真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但是以我看人的眼光，他这个人还是蛮可靠的。但是他现在怎么跟欧阳他们混在了一起？他就是那样了，咱们就不提他了吧。其实我不想看到你们2个人这样敌对的状态。我和欧阳确实立场不一样。新月啊，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怎么判断，还是要用心啊。知道了，董事长。我现在也没有心思想别的，就全力以赴，准备好明天的提案会，争取拿下开发权。对了，明天您不去吗？这种级别的会议我就不参加了，他们无非就是圈地赚钱、吃喝娱乐。你别紧张，尽力就行了。谢谢您。新月啊，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怎么判断，还是要用心啊。下次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啊！喂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？谁让你来？
你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。金小天呢，就属于这个类型。小天，我是大华，开门。小天，我是华子，开门。可能时间提前，误会。来了，快点儿。干嘛呢？这么慢？我刚起。计划提前了，先去出发。这么早？哪那么多废话啊！手机给我。赶紧啊！拿包烟给我，我现在困不行。怎么，你来当旅游啊？拿着。行了，不用看了，车在里面，赶紧走吧。跑去哪儿了？你个笨蛋，跟丢了吧？怎么跑咱们后边去了？到前面停车，等他过去。怎么这里有警察呀？不是应该在5公里之外吗？是海关，海关也是警察。先别慌，坐好。你好，请配合检查，请出示下身份证、驾驶证，后备箱开一下。你好，请您把车熄火。走吧。哎呀，第一次出货就搞砸了，以后的新线路也就完蛋了。大老板，
这件事情没有做成，我认栽。不过欧阳先生，我怀疑有我们的人在中间搞鬼。哟吼，说谁呢你？啊，自个把事搞砸了还有脸说？我还说你是卧底，串通警察呢。行了，吵什么？老板，这次小田交易失败，我有责任。既然把事办砸了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大华，能解释一下你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欧阳先生，这绝对是有人在陷害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欧阳先生，这照片肯定是假的。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。照片是我让大华拍的，你的意思是说我陷害你们喽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欧阳先生。我不停地讲，要兄弟同心。我最恨的就是内讧，在兄弟背后捅刀子。欧阳先生。这个不是我，这是有人在陷害我呀，欧阳先生。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，欧阳先生，这绝对是有人陷害我呀，欧阳先生，欧阳先生，欧阳先生，老板，你听我说句话呀，老板不要，这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的，老板，你饶过他吧，老板，肯定是误会，有人陷害我们，老板，求你饶过他，老板，你饶过他。你弟弟在你眼皮底下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会不知道？老板，求你放过我，老板，你放过我。我弟弟已经受到惩罚了，老板，你放过我，老板，说的没错。那我怎么处置你呀？老板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我，老板啊！求你放过我啊！我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不是兄弟同心吗？你就跟他做个伴儿去吧。起来，快点！走，带走。金小天，起来！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走你！欧阳先生，不用担心，货是假的。假的？你是刚入道，这种第一次盘道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真货的，货损失了是小，你我是不能损失的。刘家兄弟这么陷害你，
你打算怎么处置他的手下呀？我是晚辈，该怎么处置，欧阳先生说了算。怎样讲？就是懂事。阿辉，你要比刘家兄弟幸运多了。现在总代表的位置就是你的，我可等着你下次项目的提案呢。谢谢老板。好的，诸位，那我们的股东和提案方都已经到齐了，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会议。首先，请山海公司的提案代表来到台上做提案，有请。各位股东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海集团的代表。我们的方案是变废为宝，开发南区酒吧街。对于要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来说，除了开发景区以外，消遣放松的酒吧一条街也是年轻人的好去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PPT 资料。这个是我们的分季方案、策略方案、营销方案以及环境分析报告。好的，谢谢山海公司的精彩提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香巴拉股份集团的提案代表李新月进行提案。大家好，我是香巴拉彩虹集团的代表李新月。我们公司的提案是保护传统，细品光阴。南区呢，是我们小镇里面旧建筑最密集的地方之一。这里有独特的人文景观，跟香格里拉的自然风光相交呼应，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开发最有价值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地方的优势，以地平线画廊为中心，要开展一系列的人文活动。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目光吸引到这里来。我的提案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感谢香巴拉公司的提案，也非常的精彩。那么我们双方的提案呢都已经完毕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股东投票表决，请支持山海公司的举手。山海公司酒吧街项目6票，那请支持我们香巴拉公司的请举手。6比6打成了平手。哎，我有话要说，我呢已经给李新月他们公司投了票，我建议大伙这个时候休息20分钟，20分钟以后呢，我想我们2家公司可以做出更好的提案。我也同意张老板刚刚的建议，咱们先休息啊。等着新的提案出来以后，咱们再表决吧。我觉得不用了。各位，我有补充提案。
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山海集团的代表，我叫金小天。相信在座的各位股东都应该清楚，我们公司旗下的运输线多达几十条，覆盖全国大部分的重要城市。一旦今天98街的项目落成，我敢保证，我们山海集团下面的山海物流公司将会最大限度地降低98街的运营成本。据我所知，在座的各位股东，你们旗下的业务都涉及到运输和物流，就好像是张老板，你的农林业做得很棒，但是每年的运输成本却很高。只要你今天肯投上我们一票，我敢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就是我们山海集团的 VIP 客户。你所有的产品只要通过我们山海物流公司的，一律享受6折的优惠。这也是我今天来跟所有股东所做出的承诺，希望大家慎重考虑，继续投票。感谢金总，咱们常联系，保持合作。多给我们机会，谢谢，一定。哎，感谢金总，多多关照啊。是呗。你跟我过来。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做法很无耻吗？你这是在变相贿赂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贿赂他们了？我送他们钱了，我给他们东西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赢吗？就因为4个字：人性逐利。人家为什么要休会20分钟啊？就是希望你能够拿出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方案。那你拿不出来吗？只能我拿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被你们破坏掉那些传统文化，是你花多少钱也换不回来的？讲什么传统文化，什么情怀啊？我们现在是在谈生意。海军，我劝你别趟这趟浑水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聊什么呢？外面都听到了。Kevin， 刚才提案会你也看到了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小天的提案很有道理。如果我是股东的话，我也会投他一票。小天，在这方面，我真的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。客气。